大家好，今日婦女頻道好高興邀請到九龍城浸信會婦女部嘅部長黃美英姊妹接受我哋嘅專訪。美英部長你好啊。你好啊，Joanna。美英部長啊，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你幾時加入誠浸，同埋簡單分享下你嘅得救見證呢？好啊，我其實咧係1977年咧受浸加入誠浸嘅。至於我嘅得救見證咧，我小學4年班就已經決志信主噶啦。因為咧我其實讀嘅幼稚園啦、小學同埋中學咧都係一間基督教學校嚟嘅。咁喺小學4年班嘅時候咧，學校就舉辦佈道會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咧，郭福華先生咧就咁樣同我哋講話咧，主耶穌咧好愛我哋噶。咁咧佢甘願為到世人嘅罪咧釘身喺十字架上邊，並且咧即係佢流出嘅寶血咧可以洗淨世人嘅罪啦。只要我哋相信佢咧就可以得到永生啦。其實我當時咧好深深被到即係主耶穌嘅愛咧所感動啦。咁所以咧就行咗出去決志信主嘅。咁其實咧呢一座咧就係我嘅母校啦，培道小學就一路咧都喺呢一座母校裏邊咧去有幼稚園啦、小學、中學咧就喺培道中學個校舍嗰度嘅。美英部長啊，你幾時加入婦女部㗎？咁你擔任咗婦女部部長幾耐呢？你又覺得神俾咗啲咩恩賜你，令到你喺擔任婦女部部長呢個崗位上被主使用呢？我其實咧係2018年咧就已經加入婦女部噶啦。咁然後咧就喺2024年咧蒙神揀選咧，又有部員嘅互選底下咧，我就成為咗婦女部嘅部長啦。咁而家咧係我第3年咧做緊婦女部部長。咁我覺得咧神真係好恩待我啦，佢俾咗有唔同嘅恩賜俾我。咁而當中咧，我覺得行政嘅恩賜咧最能夠咧幫到我做婦女部嘅部長。點解咧？因為咧，譬如有好多嘅事工要去安排啦，咁咧我哋都能夠即係神俾我咧去循序漸進啦，同埋好有條理咧，好細心咁樣咧去安排一啲嘅事工啦。繼而咧就喺人手啦、部員啦嘅調配上邊咧，我就會好有智慧咁樣咧去安排佢哋按住恩賜啦嚟到侍奉。咁另外咧就即係知資源點樣去好好咁運用啦，呢啲咧都能夠令到咧即係婦女部嘅事工咧可以好暢順咁進行嘅。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婦女部嘅事工呢？好啊，咁其實婦女部轄下咧有3個嘅組別嘅，分別就係牧養裝備組啦、福音動力組同埋媒體事工組。牧養裝備組咧主要係籌辦一啲屬靈嘅研討會啦，或者係工作坊。以往咧係譬如佢辦過咧係聆聽的藝術啦，或者書法靈修呢啲工作坊咧，讓到姊妹咧能夠深化佢哋嘅靈命。咁而福音動力組咧就主要咧係籌辦一啲福音性嘅聚會啦，譬如有福音旅行啊、生活雅聚，同埋咧係有冬日暖意嘉年華等等。咁咧就透過唔同嘅形式嘅活動咧，希望能夠吸引到咧唔同嘅新朋友咧嚟到參加聚會，讓到佢哋咧能夠真係認識到基督嘅。咁最後咧就係媒體事工組啦，呢個組別咧係負責管理我哋所有嘅，譬如 W Channel 啦，就係婦女頻道。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㗎，咁裏邊咧係譬如 Double Channel 啦，我哋主要咧就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咧喺 YouTube 咧係有唔同嘅視頻，咁包括咧係有啲嘅屬靈嘅專題啦，亦都有姊妹嘅分享或者係佢哋嘅見證對談等等，咁當然都有一啲嘅音樂嘅敬拜嘅詩歌啦，同埋咧又有生活嘅智慧嘅百科。咁而 Facebook 同埋 IG 咧，主要就係放咗我哋婦女部嘅資訊啦，同埋一啲咧活動嘅花絮。當中咧亦都有花韻聖言啦，其實就係一啲花嘅照片啦，仲有係經文喺當中嘅，咁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睇下。咁咧教會咧都有6個女傳道會啦，都好歡迎咧姊妹們參加。咁啊，部長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女傳道會嘅聚會內容呢？其實咧都要即係分享一下咧，就係女傳道會咧都有4個嘅宗旨嘅，包括咧就係傳道工作啦、個人靈修、家庭歸主同埋咧係管家職分。咁所以咧聚會嘅設計咧，其實都係朝住呢4個嘅宗旨咧嚟到去安排嘅。首先係講下即係傳道工作啦。咁女傳道會裏邊咧就會有一啲嘅差傳週啦、差關週啦，裏邊咧就會邀請宣教士、神學生、牧者同埋咧傳道同工咧嚟到分享嘅，更加咧會有一啲佈道嘅訓練，教唔同嘅佈道嘅方法，讓到佢哋咧即係可以去傳揚福音啦，同埋咧都會係非定期咧去到一啲嘅長者鄰舍中心啦，或者係去探訪長者㗎。
咁至於係個人靈修方面咧，就有一啲嘅查經週，咁啊令到佢哋咧能夠喺聖經上面咧就紮穩根基，都有咧栽培週，譬如咧係閱讀一啲嘅屬靈書籍啦，然後有姊妹咧有啲嘅屬靈嘅分享嘅。咁啊，最後咧都有時會邀請一啲講員咧，就住有一啲嘅專題咧，做一啲嘅屬靈嘅分享嘅。咁至於咧家庭歸主咧，呢個好重要啦，就係咧佢哋可能喺聚會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代禱時間嘅，特別咧都會為到未信主嘅家人咧嚟到係代禱嘅。咁同埋咧喺家庭裏邊咧，我哋都好鼓勵姊妹咧要做好見證啦，譬如要做好一個好嘅母親啦，做好一個好嘅妻子，嚟到喺生活上面咧嚟到見證，讓到家人咧睇到佢哋嘅好行為咧，他朝咧好多都係為咗咁樣嚟到去信主嘅。咁最後咧其實就係嗰個管家職分啦。咁我哋咧都會強調，即係可能姊妹有唔同嘅恩賜啦，或者佢嘅身體健康，其實都要做一個好管家喎。咁所以有啲週會咧，譬如教下攝影啊、烹飪啊、手工藝咧，都係讓到姊妹咧能夠喺個恩賜上面咧有一個更好嘅發揮啦。另外咧就係譬如佢哋自己嗰個身體嘅狀況咧，可能都年紀大啦，咁就會有啲養生嘅講座啊，或者教下佢啲體適能點樣能夠去保健嘅，咁令到佢哋身體咧個狀況咧都能夠可以自己管理得好啦。咁其實我哋咧女傳道會咧都有唔同嘅聚會時間嘅，有6個唔同嘅聚會時間，大家咧都可以咧因應返自己嘅需要咧，揀一個合適嘅時間咧嚟到參加嘅。咁咧，今年係女傳道會90週年啦。咁婦女部用咗半年時間去籌備，喺整個過程裏邊咧，你點樣體驗到與神同工同埋姊妹們之間彼此配搭呢？係啊，今年咧就係女傳道會90週年慶典嘅，當中咧經歷咗神有莫大嘅恩典啊。咁我自己咧就係負責咧係要編輯呢一本咧叫90週年嘅紀念特刊啦。咁而當中咧有一部分咧就係要整理咧女傳道會咧90年嘅歷史喎。咁文檔方面咧都尚可以整理得到，但係原來咧最困難咧就係要揾一啲歷史照片啊，因為咧歷史照片咧一來就已經係散失咗啦，同埋咧可能有啲姊妹影嘅時候咧，佢已經都唔喺香港，或者佢係啲黑白照啦，或者又揾唔到啦等等，咁所以咧我就用多種方法啦，真係揾海外嘅姊妹啦，揾一啲香港嘅女傳道會顧問會長，資歷夠深嘅。特別咧就請佢哋揾一啲相咧，就譬如你哋喺廚房煲湯嗰啲相啦，去監獄報道或者醫院報道，甚至咧以前咧其實喺婦女主日之後咧係會有福音午餐會嘅，咁所以我就好想揾到嗰一啲相啊。結果咧真係神嘅恩待咧，就係姊妹們咧係揾到好多相俾我喎，一傳一，一傳十。咁樣嚟揾翻嚟，甚至淨係揾翻煲湯嗰個姊妹咧，負責呢個活動嘅，去揾啲相出嚟，咁咧就令到豐富到而家我哋呢個特刊嘅內容啦，有多啲相可以睇到，咁啊睇到神自己有無限嘅供應啦，同埋姊妹們嗰種嘅配搭咯。知道你咧係婦女部部長啦，你亦都係教會插花組嘅組長，咁咧都好想知道咧每個主日咧所獻嘅花咧，插花組係點樣構思嘅咧，同埋點樣以花咧向主獻上馨香嘅祭咧？我哋插花組咧，其實除咗每個主日要負責大堂嗰個插花之外咧，亦都要負責咧6樓禮堂嘅插花，就係我身後呢一盆花啦。咁其實咧組員咧，佢哋都係會按住節期啦，同埋咧唔同嘅季節咧嚟到係構思佢哋自己嗰個嘅插花意念嘅。咁當中咧，其實有時唔同嘅顏色啦，或者唔同嘅品種咧，都係可以表達到嗰個嘅意思啊。例如咧喺受苦節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一定係插紫色同埋白色。咁因為紫色咧就係預表咧係基督嘅受難啦，因為係紫色嘅袍。咁另外咧就係白百合咧，我哋就會喺復活節嘅時候插啦，因為佢代表復活喎嚇。咁呢個咧都係我哋會去特別留意啊。其實喺插花裏邊咧，我哋就係將神呢一個美好嘅創造物，就係鮮花咧嚟到呈獻俾佢。咁喺呈獻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首先咧諗咗點樣去插先。咁其實就透過唔同嘅設計啦、方法啦，嚟到將花咧最靚嗰一面咧去呈現出嚟。咁所以插完盆花咧，個花藝作品咧係應該係靚過一支花嘅時候，將成為一個馨香嘅祭物咧嚟到呈獻俾神。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一件喺侍奉中你覺得最感恩嘅事啊？
其實我覺得咧，天父咧就好錫我嘅，佢知道我咧嘅軟弱啦、困難啦，同埋係即係需要幫助啦。咁佢咧就會差派咧唔同嘅天使咧飛到我嘅身邊咧，嚟到係幫我咧解決困難。咁同埋咧又會有啲愛心天使咧就喺我嘅身邊咧徘徊住嘅喎。咁佢哋咧就會俾我有支持啦，同埋係鼓勵，讓到我咧就唔會話孤單上路。咁我會諗起咧羅馬書8章28節裏邊所講，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咁你喺信主嘅年日裏邊咧，有冇一位教牧或者長執咧，對你嘅靈命有所提醒或者係影響嘅咧？絕對有啊！不過如果要揀一位咧，我會揀蔡永堯執事啦。因為咧蔡姑娘咧，其實喺我年青嘅時候咧，佢就已經做我嘅主日學老師，而且係連續做咗幾年添㗎。咁喺屬靈嗰個嘅根基咧，即係幫我打穩啦。然後咧就其實佢見證住我結婚啦，做插花組組長，做婦女部部員。咁跟住當我當選做婦女部部長嘅時候咧，佢其實已經移民咗去加拿大，但係都特登咧打長途電話咧關心我啦，仲咧問我咧究竟承擔呢個做部長嘅挑戰啦、使命啦、責任啦，同埋嗰個負擔係點樣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都好感動啦，同埋令我再一次確認咧承擔做呢個部長嗰個嘅使命。咁繼而咧，其實佢而家都喺幾年前咧，佢有繼續去寫書啦，佢寫咗一本嘅電子書，都係一個見證集嚟㗎，就係咧係奇異恩典60載。咁喺當中咧，就係去將神喺佢身上面一啲奇妙嘅作為咧，係寫咗出嚟嘅。咁佢而家咧就住喺一個老人村嗰度啦，但係咧都會係向唔同嘅人咧嚟到帶領佢哋福音性嘅查經。咁好多人咧都會因為佢咧而去信主啦，甚至受浸喎。咁我覺得咧，即係佢係一個係我好好嘅榜樣。咁因為咧喺當中咧，我會諗喺唔同嘅年紀啊，我自己即使唔同嘅年紀啦，我都要做好生活嘅見證啦，同埋咧可以要去關心我身邊嘅人，同埋要去傳揚福音。咁今日咧好多謝咧婦女部部長黃美英姊妹接受我哋嘅專訪，多謝你。多謝。